伊讲这文字是表面的了，当然讲书伊是讲了足清楚，文献了足清楚，会当互咱伫这个电的方面啊、道德等个方面，你会当去清楚，你会当去做，知影要安去做，哦。但是最重要嘛是爱得道，你若无得道，其实你讲甲偌花啊偌恶妙，拢会当形成了事。哦，所以他有一句话讲啦，讲文灵载道，但是呢，文灵载道，那个文主归道，哦，那个文字要帮伊的那个啥，那个话上出来，那个形而，伊个讲书讲形而上，那个形而。